们就是在这里，今天讲到的就是禅定的方面。禅定呢，最主要呢就是为什么需要就是外在的这种清净呢？外在的清净没有办法有选择到外在的清净的情况下呢，就是内心的清净也是没有办法得到的。外在的清净是什么意思呢？就相当就是没有看到这种亲朋好友的地方，相当就是你的情人也好，你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家人也好，等等这些，还有包括你的怎么说呢？亲朋好友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些同学也好，同事也好，等等都是会产生贪心感，产生嗔恨心的对境。那么所有产生贪心感、产生嗔恨心的这些对境，都是远离了你的情况下，那你的心才是会得到清净的，得到安静的。所以很多的这些修行人选择怎么说呢？远离家乡的这个道理也是在这里的。我们在那个佛子行37颂里面也是有嘛，就是远离家乡的这个功德嘛，对不对？所以就是相当就是如果没有远离家乡的情况下，对前方的贪心是如同水一般的，然后对远方的嗔恨心如同照了火一样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会自然而然会忘记能够可以取舍因果善恶的这种分别跟这些概念，以这些贪跟嗔的这个毒呢，就是完全污染了真正的我们要选择善恶的这种分别的念的这个智慧。所以没有这个智慧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自然而然今天造了多少一业也是不懂害怕，今天再有多少的机会修善也是不觉得那么重要。所以这一切都是没有的情况下，那么在这个怎么说呢？整个的这个人生就是一直不断的在造业的一个时间。人生时间是多长时间？那我们就并不会是变成一个，就像在这个我们在共同外前行当中所讲的，就是珍贵的下面人生。因为什么呢？我们本身是已经进入了佛法，我们是下面人生，但是因长期在环境里面，因亲朋好友的原因也好，因同事同学的原因也好，因家人的原因也好，因儿女的原因也好，那造成内心的一切清净就不见了，那么产生了许多许多的贪跟嗔，然后从此呢，就是也是不断的就是增长的就是愚痴那么就是无明。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完完全全就是对善法的这个信心就是越来越减弱，然后对这个造业的这个心呢，就是会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因为造业的心呢，我们就不用刻意的去做。人呢，就是本来就是无明愚痴，所以呢，就是经常都是从内心里面会产生很多很多的这个造业的这种概念思想概念感，然后自然而然呢，就是会有很多造业的机会。那么我们动不动也是跟众生的生命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开始在我们的脚下的这种小的动物都是无量无数的，每天都是有这么多的这些怎么说呢，小动物。那么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的生活的原因呢，也是同样的，就是很多生命的很多的这个众生的生命也是就是因我们的生活的原因就是断除的，这些都是我们在不断的造业。我们如果是没有一个要断除造业或者是忏悔的心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的这个善的部分是没有办法增加的。那我们如果是在没有严厉这些环境的时候呢，经常都是不断的会发生这些怎么说呢，不清净的事情，然后不善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呢，那么平常都是，那我们没有办法在内心里面真正的产生禅定的这个效果。所以我们真正的要修持禅定的时候呢，那就没有这种人的声音
生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没有人的影响的地方是最为重要的所以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最主要是什么呢？那么就要放下，放下才是最重要。如果没有放下的情况下，那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可以修持禅定那像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城市里面的很多的修行人来说的话，都是有家的人然后呢，就是自己有了一个家庭的情况下，或者是如果是自己所谓的家，就是有没有夫妻两个在一起，这并不是只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主要是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都是自己一个单身也好，有怎么说呢，夫妻一起也好，都是家。所以就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养活自己，就是要工作等等各种各样。所以呢，就是放下一切，马上去山上，这个是做不到嘛。但是呢，一天的时间里面，至少就是放下就是拿出一个时间里面呢，放下所有一切的事情。就像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讲课的过程当中，此时此刻每一个人都已经做了一个放下，所有的电话都没有放在身边，然后没有在看，没有在听，没有在搭，也没有做任何的工作的事情，也没有做任何的生活的跟实践的事情。这叫什么？这就是也是放下。那么放下的时间是多久呢？那个就是要看自己能做多长时间。像比如说每个礼拜一次的这个上课的时间，或每个礼拜一次的公修的时间，每个礼拜一次的这样的怎么说呢念经的时间，都是可以说是在放下的时候。在进入了佛学中心的这个过程当中，进入了佛堂的时候，你自己一个人进来佛堂也好，或者是有很多师兄一起进来的时候也好，都是放下实践法的时候，然后正在这个清净的修持的时候，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平常来说的也是我们可以做禅定的这个功课做禅定的功课的时候来说的也是一样。平日如果是自己刚好有时间的话，在自己的家里也可以打坐，或者是来佛堂可以打坐，或者是去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山上，那也是可以打坐，但是一个短短的时间。但短短的时间也不能说是哎呀这个时间很短，所以我这样做是没有什么功德，不能这样去想。因为最主要呢，就是禅定的功德是非常重要，修行的功德是非常重要的。主要是为一切众生发心，你就是打坐5分钟的时间，都是无比殊胜的功德。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所以禅定的重要性，这里也是有度讲。因为我们从这里呢，就是看在龙树菩萨也是有讲，然后就是前面的这些高僧大德都是从开始讲禅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放下，不能有贪心。如果是我们要贪心的对治力是什么呢？就是要放下。如果没有放下的情况下，会产生的贪心是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时间我们没有什么时候可以修持的时候了。所以呢，就没有放下的情况下，那么就当然知道所有的修持都是一样的，而且是更加的就是这个禅定的部分。自尊自恋着扛着